来到我这里，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主他是加添能力给我们的神，不论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是来捆绑我们的，也许是疾病，也许是人际关系，也许是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将这所有一切，我们都交给神。我们要透过今天的敬拜，神他要将他的能力，将他的恩典，要将这所有一切不好的都要挪去。他要让我们走在他的恩典的道路上，好不好？现在我们在敬拜前，我们要用我们使徒信经来宣告告别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阿们。永生。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用我们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我
好不好？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要将这所有一切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不论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主的能力都要复辟我们的软弱，好不好？请我们现在用我们祷告的心，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赐恩典给我们的神。我们在他的双翼底下，我们要安然的居住。他必我们，使我们能够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他能够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爱总是不离不弃，你总是这样的爱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来宣告哈利路亚！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是的，主，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主啊，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要不断诉说你的爱。
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主你的能力、你的智慧，能够带领我们走往每一步，都是在你的恩典道路上。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世界是不能夺去的，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要有信心的，要向你来领取你这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是因为我们享有特权。这个特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属神的儿女，凡是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的，你都拥有这个特权。而这个特权呢，不只是你在世上被应许，神要固守你，神要赐福你，并且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可以为别人带上祷告。阿们吗？这个时刻，牧师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一起来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特别为了现在在肺炎这样的一个疫情，虽然我们的台湾都稳定了，非常感谢神的恩典，然而我们顾念别的国家，在世界很多的国家仍然在一个危险的地带，所以我们举起手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带下医治在全球土地上面。阿们吗？这个时刻我们要一同的来为世界各国的疫情，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举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我们是带着你的应许而来的，因此主，我们要为了这个世界，在这次的疫情，我们为你来祈求，主啊，你的灵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家里面，主啊，当这个疫情在他们的国家没有停止下来的时候，主，人心是彷徨的。然而，我们首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主你认罪悔改，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背离了神，我们在罪恶当中，然而我们不知要转向归回神。主啊，是的，你的灵在每一个地方，主你赦免百姓的罪。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因此主啊，透过你的爱，你让这些的疫情能够让它快快的过去，
所求的，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来为了青少年的本育小组跟责为小组来祷告。这个小组来举手一下，在这边的这些的青少年是我们时代的关键人物，我们真是要祷告，求神来引导他们的生命的方向，让他们能够走在正确的真理的道路上面。好，请放下。我们知道在现在有很多的思想意念都不断的在改变，而那个改变是跟我们的圣经不一样的，那个不是我们要遵守的。我们基督的真理乃在法律之上，所以呢，我们也为这一些的青少年，让他们能够有好的家长，有好的教会来培育他们，让他们生命继续走在神祝福恩典的道路上面。阿们吗？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为本育小组跟责委小组，我们开口来为他们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为本育跟责委小组的组员，主啊，铁三角同工，主你的灵在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主啊，他们是值得我们举手为他们祷告的，因为这些的生命是神你所赏赐的。主啊，在这些年轻孩子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给他们有一个辨别是非善恶的真理，主啊，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渴慕神你的话语，主啊，让他们渴慕你生命的同在，主啊，让他们心思意念不是认同这个地面，而是认同属天的原则。主耶稣，你来保守，让他们的父母亲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来带领他们，也让他们在学校的功课上面，让他们能够自主、有智慧的来管理他们读书的时间。主啊，我们明白我们所求的，你必施恩在他们的身上。谢谢主，哈利路亚！我凭着信心领取，我们举手来领受神丰盛的应许。是的，世界不能夺取神在你身上美好的旨意。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哈利路亚！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忘记，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们请青少年来唱，青少年来，我凭着预备来，我凭着信心领取，哈利路亚！神的应许。是的，主，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看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来看看旁边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神美好的应许就在他的身上？阿门。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他就会得什么样的祝福。哇！你用一个祝福丰盛、恩典丰盛的眼光来看着他，好吗？然后你跟他说，神美好的应许就在你身上。神美好的应许就在你身上。哇！我们彼此祝福，然后你跟他说，我领受。我领受。阿门，感谢主，好吗？我们再一次将我们刚刚的赞美、荣耀都归给这位父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祝福我们站在他前面敬拜他的人，都要凭信心领受他属天的丰盛恩典。阿门。阿门。请坐。感谢主恩典，让我们早上透过这些诗歌，把我们的心意表白在神的面前。阿门。你的心意是什么？是来到神面前，就是要颂赞他，
归荣耀给他，存着感恩赞美的心到他面前，对吗？阿们，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心意。愿神祝福我们。OK， 好。我们是要邀请大家，我们起立，一起再来宣告神的话语。永光教会神的祝福哈，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来攻读一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9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9到1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在7日的头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过去这个礼拜，牧师要带大家读圣经，都看来看去的，所以都很不顺哈。我现在越来越顺利了，阿们，感谢主所以经文可以读长一点点，因为我们可以一起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得着激励。今天的经文主题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信或不信？你信或不信？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被质疑过，对不对？我小时候就一句话就被妈妈骂得非常的很辛苦的我了他也骂得很辛苦那就是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师母拿了一个东西到我家来那我从家外面回来，刚好妈妈跟师母牧师娘在讲话家妈妈看见我来了我就看到师母来，我就师母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家然后妈妈就说师母有带一样东西要来给你吃呢。我说真的吗？妈妈说哪会假的？我是很好奇的说真的吗？她说哪会假的？哇，这糟了哇，我要解释就很难解释了，因为我在说真的是很惊讶的真的感觉，但是妈妈的解读是你怎么说师母做的我讲的是假的呢？师母没有做呢这就有一点误会但不管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2分法的想法会有光明跟黑暗，对不对？有对跟错的问题有善跟恶，有没有那这一些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难道不可以有一点点的灰色地带吗？做人要那么辛苦吗？就我们的信仰来看，你有想过耶稣说信我的必得救，不信我的必灭亡，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会质疑哇，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霸道，怎么只有一条路？难道没有第2条路吗？不是条条道路通哪里？
对呀，那为什么基督教就这么的霸道？哎，以前你有这样想过的，举手一下。这几个吗 ？OK， 我也有呢。我以前还会想说，哎，这个信仰到底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只有这一条路才可以上天堂吗？只有耶稣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吗？哇，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跟刚才那些有举手的，告诉他们说，你是有思想的人，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要想太多了。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一直在怀疑里面，我告诉你，你永远找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只是凭自己的经验、自己过去所学习的，或者时代这时下给我们的科学证据，要想来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真是假的话，我告诉你，你盖棺论定以后，你永远还会带着存疑离开世上，而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愿神给我们今天早上透过这样我们来思想，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一类想法，我说很棒的，因为在信仰当中确实是这样哦，在理性跟超理性的过程里面，这个钟摆当中，我们是在寻求，我们是在印证，而这印证不是用科技，是用经历，是用经历哦，因为你有走过，你才能够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如果你用数字的话，你永远不晓得那个感觉是什么。而在这其中，就求神帮助我们来了解，其实在圣经里面，神国的原则就是二分法的原则呢。不是咒诅就是祝福，不是得救就是灭亡，不是永生就是永活，不是信就是不信。耶稣说山羊跟绵羊，有没有？他有说山绵羊吗？没有他只有说分别山羊跟绵羊。那如果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基础。当我们明白信仰确实是一个二分法的时候，那就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些真理，能够教我们明白，教我们了解。你知道吗？信与不信真的是差很大呢，真的是差很大哦。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好，那牧师透过今天的经文，就提出几样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来用超越的理性来信我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很特别，在整个经文的背景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会想说，这些门徒真的是要打醒他们，真的要打醒他们。耶稣不是也有3次，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哦，耶稣有3次哦，分别3次跟他们谈到说，我将来要被抓哦，然后要被鞭打，然后呢要受死，甚至是挂在木头上，而且还要复活。哇，你知道吗？甚至有一次，彼得说什么？说万万不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道路。我们跟随你哪有上十字架的？这万万不可。耶稣跟他说什么？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对，他有3次这样讲了，但是到如今，我们看这一些门徒真的还懵懵懂懂的，不晓得耶稣现在所说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他们来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为要信耶稣复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如果你我是当时候的门徒的话，你亲眼看了耶稣被抓，被鞭打到半死，有没有？拖着他的十字架走那一条苦路，到哥哥他山上被钉了，真的是被钉了，流出血了，而且他比一般人还快断气呢，并且他断气以后，兵丁还怎么样？补了1枪，有没有？又补1枪啊！对，
用枪扎了他的肋骨。圣经记载他的血水就这样流了下来，整个血是流干了哦。然后有人收尸，对不对？然后有把它包裹，然后埋葬了。如果你亲眼见到一个人是这样死亡的过程，有一天3天以后，人家跟你说：“哎，那个人活了呢。”你会怎么样？毛毛的，有没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如果我们是门徒，我相信你跟我都一样，我们会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听见耶稣活，被玛利亚看见，他们有可能信吗？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要叫一个人信耶稣，或者你来信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你自己的意志可以决定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若不是圣灵亲自感动启示，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对不对？这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若是如此的话，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意志在称这一份的信仰，而是靠着圣灵随时的感动，随时的启发，让我们在信仰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坚定不移。若不然的话，如果靠自己想去辨别、分析，然后去研究再来信的话，我说比登天还难，比登天还难。所以因此我们感谢主，我们才如此，我们会更知道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我们要一起来说这句话好不好？信耶稣是一件超理性的决定。来，信耶稣是一件超理性的决定。对，你相信耶稣，你已经用你的超越你的理性，在做一件人家看为可能是愚笨的，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信耶稣，来教会敬拜神。你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神在这份信仰上，这超理性的作为，就是因为有圣灵的作为在你当中。所以我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领受，可以帮助我。所以我要说，选择信耶稣跟选择不信耶稣，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耶稣告诉他们复活以后，让他们显现，让他们确信以后，耶稣就叫门徒要去怎么样？去广传福音。要去万邦，叫万民能够来归依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说什么样？很重要的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一个得救，一个定罪，两极化在这里让你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信跟不信差很大。如果你信，你可以得救，你得永生；如果你不信，你是必被定罪，然后必是永亡的，永远是灭亡的。那如此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确信我们所信的呢？这倒是你我们要来看的。耶稣就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他说拿起蛇来，或者吃了饮了不好的东西，也都怎么样？安啦，没事了。耶稣说了这一些神迹奇事，告诉我们神迹奇事会随着他们。而我要说了，我要问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应许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耶稣应许会落空吗？不会。那我要问，你有经历神迹奇事吗？因为这些神迹奇事在印证你所信的，以及印证你的信。因为主既然应许你信而受洗了，这些神迹奇事必然是随着你而来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强调神迹奇事呢？耶稣不是让门徒做了很多神迹奇事的事吗？然而耶稣在告诉门徒说，对，我差遣你们出去，
把福音传出去。你们不是孤单的，因为有这些神迹奇事随着你们。这些神迹奇事不是你们做的，是神做的，是圣灵做的，让你们知道说你们所做的是神盖印章认同的，神祝福的，神跟随你们。你的脚步，福音的脚步到哪里，圣灵的能力就在前头，不是到那里哦，就在前头继续引导你。这是让门徒清楚知道的。然后他要强调，信的人是拥有这样一个属灵权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成为家长的，你有孩子的，你要相信你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在你的手中。特别为人父亲的、母亲的，你们要常运用这样的一个属灵权柄。你要为你的孩子不断的祷告，祝福他，让他知道你在为他祝福，让他明白他们是你手中的宝贝，是神给你们的产业。而这产业既然是给你产业，你就应该用心耕耘，你就应该摆上时间，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你的祷告是有权柄的。如果你不运用这权柄，对你来讲，对孩子来讲，真的是可惜又可惜，可惜又可惜，有无限的可惜，对不对？那你不但一次两次多多的运用，那珍惜的就是你的家，那得蒙祝福的就是你的孩子，那被神所爱的，而且成为神见证的，就是你的家，你的信仰。你所做、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成为最美的见证。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你信主1年以上，我相信你周遭的人会觉得你怪怪的不一样，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每天有神的话语洗涤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每天我们不是被媒体所影响的，而是被神的话语所指引的。每天我们祷告亲近神，每个礼拜来聚会敬拜神，有神的话语，在小组里面能够钻研，能够分享，能够见证，这一些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归属神。而如果你这样一直在不断的改变，也许你自己不晓得，但你知道吗？你周遭的人一定看得出来，他们一定可以感受你的人不太一样，在改变。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要回答说没有啦，你就没见证了，对不对？你要说什么？有，对，我有正在改变，而且我越来越改变越好，越来越蒙福，越来越光鲜亮丽，越来越有体力，越来越有智慧，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的心意就在你们生命上日日的彰显出来了。阿们，感谢主哦。所以你要跟隔壁说，我总觉得你有特别的气质。好，我问一下哦，我问一下，你跟隔壁说的时候，他说没有了，举手。他说没有了啊，没有了。有说没有的没有？如果有说没有的，都留下来。牧师教你怎么到最后会说有，可以吗？哎，这很重要哦，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很重要。我们常会很可惜啊，没有，不，神对你的祝福更新改变你，是确实，人家都已经感受到了，人家在祝福你，肯定你，而且是肯定你的信仰，肯定你背后的上帝给你的带领跟祝福，你还说没有，那就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人喽。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哦。我们的话语是带着大有能力的，是建设性的，不是破坏性的。阿们，这很重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来，我们看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谈到信的人他的生命跟福分是什么。哇，约翰福音有好美的这一些哦。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可以怎么样？你们想了解吗？好，我就举例几个给你们看哦。我把经文都删掉了哈，那我的讲章里面你就可以找得到哈。所以要不要讲章也好了哈。
他说，耶稣说，信我的人就是可以做神的儿女，阿门。他说，信我就永远不可，阿门。他说，信的人有永生，阿门。他说，信的人就流出活水的江河，阿门。而耶稣所说的活水江河，就是圣灵的运行能力，阿门。他说，信我的必复活，阿门。他说，信我的必见神的荣耀，阿门。哇，太棒了！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凡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而我要问，所有相信的人列在上面的都会有吗？都一定有吗？有一点怀疑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一定都有，因为这跟信有关系，不是神不给你哦。耶稣讲了就是应许了，对不对？他会收回吗？他不收回，而因着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小的还是大的？有时候我会把信心比喻成管子。如果你的信心像细细的吸管，那你就只能自己吸，对不对？对不对？你会说啊，这个吸管啊，来大家吸一吸啊，来，会吗？你自己吸都不够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的信心是水管，水管，那 OK 吗？还不错了，对不对？可以供应你的家人，对不对？那你的信心如果是大水管呢？你的社区就祝福咯。我说你的信心如果是河流呢？哇，河流，这是手语的河流，哇，你就可以供应这个城市，对不对？如果你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加起来是江河的话，怎么样？哇，可以流到万邦了，阿们。所以信心真的是有大小之分哦。如此的话，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对，我们信，但是不能只停留在信。雅各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那是不错的，你信是不错的，是对的。但是他要告诉你，鬼魔也信呢。但是他们是怎么样？非常战惊的。为什么鬼魔也信神？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神啊，他知道啊，他明白啊。但是他为什么战惊？因为他知道，在末了的时候，神一定审判他们，刑罚他们，因为他们悖逆了神。原本他们是该服侍神的，如今他们悖逆了神，自成一国，成为反对敌对神的，当然最后要受刑罚。所以鬼魔都信有神，那你信有神，你跟鬼魔大概是一样而已，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不能停留，只是头脑的相信。我说我们的信应该从头脑的理解相信，慢慢的要渐渐转移到我们的心里的相信。我们心里的相信才能够在心里化成力量，帮助我们从心里接受，然后肯定，然后有委身在这其中，就能够活出信的能力出来。而这信的能力，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就是圣灵的感动运行的能力，就是神慈爱怜悯的大力在我们当中。阿们。这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当中活出充满神喜悦而充满神祝福的一个生活来。我们看耶稣显现给11个门徒的时候，别的共观福音就有提到哦，说当时候耶稣的门徒马大他不在，所以我们不要学多马好不好？多马不在，好，所以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那里呢。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绝对不要迟到。
多马迟到了聚会迟到了，所以他错过了耶稣显现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当多马后来迟到了拍谁啦，塞车啦拍谁啦马怎么扭脚了不管什么理由大家都很喜乐，告诉他耶稣复活了嘞，显现在我们当中了。多马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呀？耶稣复活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不可能吧？不是3天前的事情吗？几天前的事情吗？我们都亲眼看到他死了对啊。如果要叫我信耶稣复活，很简单，叫耶稣的手伸出来给我看，有没有穿过去？有没有？看他的肋骨那个洞还有没有存在？摸他一下我就信，有没有？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呀，我就是不信嘞，不你别安怎？你就给我神迹看看吧。8天以后，耶稣特别为多马来显现。耶稣跟多马说：“来，奇怪怎么耶稣知道这件事情对呀，他就是神啊。他说：多马，把你的手伸出来，来穿看看我的洞，不是这里是中间你来看看我的肋骨。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阿们。你有跟多马一样有穿过耶稣的手吗？没有，对不对？你有看见吗？耶稣的肋骨吗？有啦，就是那个艺术家画的图有看见，对不对？多马还在那里，想要吃看看对，感谢主，我们比多马还有福，对不对？因为我们没看见，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见神的作为，在教会当中看见教会兴起很多人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化，我们就知道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问咯，你的信心是吸管的，还是水管的，还是大水管的，还是小河的、江河的？这有分别愿神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信心是一个历程，信心需要不断操练。所以我说，信心是从相信，然后接受，然后顺服，即便自己的理智没有办法相信，你依然顺服他，然后尾声，最后你就能够有见证，因为这信心已经化成力量，化成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一些就是成为你的见证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来，我相信，我接受，我顺服，我委身，我见证。阿们。再一次来，我相信，我接受，我顺服，我委身，我见证。对，阿们。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走的一条道路。如果你相信这位神，那你就必须要有这个路径，从你的理智头脑走到你的心，让它活出来。那个能力的彰显，就按着神应许，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会觉得那是自然的事情了，不是超自然，因为超自然常常发生，就会让我们觉得那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阿们。感谢主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真的需要来了解信心。我们看这些门徒，过去他们不信，但是耶稣基督为了他们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来到他们的面前。这对门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强心剂，让他们知道原来操练信心是有一个过程，是容许失败重整的，是容许跌倒再爬起来的，是容许这样的慢慢的建立起来。而这慢慢的建立起来当中，我们就看见一个很特别的，耶稣在还没有受难之前
跟保罗所说的，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筛子一样，像把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哦。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哇，很棒哦！耶稣把这样一个重责大任交托给彼得，让彼得明白他们前面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撒旦会想尽办法，用尽了所有的陷阱、诱惑，叫他们跌倒，叫他们趴在地上，叫他们哀哭连天，叫他们不能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主告诉他，我已经为你们祈求祷告了。所以当你坚强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爱的团契、爱的教会所应该有的。哪一个人软弱，就成为我们帮扶的地方。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在这里更多去经历他的同在。所以圣诗461首很特别，这是台语的哈。我的心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事魔鬼地要赢，伊要牵我手。这里说我的信心如果摇动摇摆不定，耶稣的手会牵着我的手。如果我遭遇了挑战，撒旦极大的攻击，他几乎快要胜利了，但是我确信耶稣依然牵着我的手。所以即便我想放手，耶稣依然会紧握着你的手。你相信这件事情吗？这是我们的信仰经历里面一个很棒的。这个作者他一定有极大的难处挑战，让他去经历到说，原来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就要跌倒了，就要往不幸的道路走了，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耶稣依然握着我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的处境是这圣诗所表达的，你要确信你的手不是孤独伶仃的一个人，不是神上帝的手，耶稣的手紧握着你的手，继续往前吧。因为台风天就要过去了，阿们。你只要再往前，我相信你会发现主依然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当彼得他看耶稣行水面来，他就要就近耶稣说，主啊，我也要一个特技给我好不好？给我特技的能力哦！哇，太好了！耶稣说你就来吧。他真的很有信心哦，砰就跳下去了。哇，走得很摇摆哈。摇摆台语是什么？不能好，但是呢，他看见旁边的风浪那么大，哇，我就想说，彼得不会游泳吗？彼得会不会游泳？绝对会啊，因为他是渔夫呢，而且是东家，他怎么不会游泳？但是为什么在那时候他看见风浪那么大，会让他吓到，然后几乎沉下去？你就知道那个风浪有多大，对不对？好，那个风浪已经大到他这么游泳的老手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他很特别哦，他只有用了4个字：主啊，救我！我们的主就伸手把他救上来。所以我说，彼得不是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不是，他一定是主啊救我，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不足了。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甚至要流着眼泪也可以说哀求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有没有？可以吗？你可以学吗？你一定可以学的。而我告诉你，这是贴近神最
近的一条捷径，最近的一条捷径。你就学彼得，高举你的手，呼喊他：主啊，你救我！流着眼泪说：主啊，你救我！如果你孩子这样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说给，对不对？买了，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没有另外的理由了，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表达，我相信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看保罗，如果以保罗他自己的自我描述的话，他真的是不配成为耶稣的门徒，更不配成为使徒。但是他一生都以被耶稣呼召成为外邦的使徒自诩，而且成就了福音的广传，真的是无人能敌的。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哦，好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然后接下来他说：如今我信，我明白了，所以我愿意成为谦卑的人，在主的面前，而且被他差遣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连保罗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的翻转，那没有一个人，神不愿意翻转他，没有一个人了。所以若是如此，愿神给我们有清楚的了解，上帝要你信，魔鬼要你不信。那我要说，你听谁的？对。而上帝要你信，魔鬼要你不信，不是在大风浪的时候才有这个选项哦，是在你生活的一点点一滴滴的当中。只要你要做的，你想的，你要说的，你的良心会有给你一个提醒。我说那是从神而来的，那个提醒还有一个交战，有一个交战说我就是要这样干下去，可以吗？好，另外一个提醒会说，来听听神怎么说，若耶稣会怎么做。这是我们在生活很微小的事件上都会发生。耶稣要你信他，撒旦要你不信耶稣，就看你听谁的。而这个结果就会成为你生活里面的是一个充充足足的器皿，完全没有破洞的器皿，还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有一点点的小缝的气的破口出现了没？不要轻看它，对不对？如果你开车的人，你会知道，如果你知道你的水箱已经有小小的破洞，你会说没关系啦，会吗？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没关系，不晓得什么时候整辆车子就烧了。这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你容许给魔鬼留一点地步的话，没关系，不行。在神来看，那是大有关系的，因为那关乎你信或不信，就是这样。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在生活里面，我们总知道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聆听圣灵的声音，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马可福音16章17节。再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马可福音16章17节。愿神帮助我们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去发现恩典，去发现奇迹，因为神的作为绝不离开相信他的人。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好不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充满喜乐的诗歌，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唱。
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的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我们要更喜乐的来唱哦，阿门！有信心来宣告，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我们用诗歌开我们口来唱，我们用我们的手掌拍掌来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脚步定义要跟随你。所以谢谢你，让我们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看见你圣灵依然同在，并且在前面引导我们。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更相信，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不动摇。主啊，主啊，谢谢你，凡有信心软弱的，主你这个时候就亲自透过圣灵加添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因着我们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宣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一切所属耶稣基督的所事，还有他的所有，都属于我们。阿们吗？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来奉献。
了你，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今日到主，弟兄姐妹，请起立。施恩座前，全我们备献上的金钱，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神献上祷告。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弟兄姐妹，请坐。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周报的消息。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慢慢的恢复实体的礼拜，让好久一两个月不见的弟兄姐妹都回来了，所以看到你们，看见你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喜乐。神的灵也继续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的敬拜当中，就是带着神的荣耀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敬拜他，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们的松年牧区呢，也从明天开始恢复他们实体的一个牧区的小组的聚会，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松年的长者们能够回来哈。好，来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幸福小组呢进入第7周，那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新的 base 的都进来幸福小组，让他们认识了福音。我们也感谢主，透过幸福小组这样努力的耕耘，然后他们的付出，让他们也愿意心里面有极大的美好的感受，愿意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一些愿意为了传福音奔跑的弟兄姐妹，上帝也祝福在幸福小组这些的同工们的身上。好，接着我们感谢主，成长班呢，我们这次呢有12名结业。昨天呢听到他们有很棒的分享哈，他们的分享，每一个人的分享都非常的美好，那牧师听了也非常的得激励，好吗？我请一位我们这12个学员有在的，请举手一下。来，这12名学员结业的学员结业的，举手一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OK， 好我们年纪最长的是一娇姐哈，她受洗才半年，然而她呢，她说她不太会写字，但是呢，她来上课。他越听他越明白，心里面呢就充满了热情，而且呢，他来听了这样的分享之后，他说充满了喜乐。他现在的生活是喜乐的，跟那个秀娟姐很像哦。他充满了喜乐。好，牧师要来采访一位学员哈，那个明璇在不在？明璇有在吗？好了，明璇来到前面一下，麦克风借我一下来。好，明璇有吓一跳哈。好，来，明璇来到前面，牧师采访你不用紧张哈。好，我牧师来采访一下我们的明璇哈。明璇，你来永光教会多久了？1年多。1年多哈。那你这次你受洗多久呢？8、9年了。8、9年，好。那你这次为什么会报名成长班？其实是我们那个小组里面那个志豪跟嘉玲一直鼓励我们，逼迫你？没有，
他其实鼓励我们，他说他希望看到我跟瑞俊越来越幸福，更幸福，更美满。瑞俊是她的丈夫呀。那上了10周嘛，那在这10周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就像嘉玲跟志豪讲的，其实，在这一段期间，我除了在属灵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终于知道，其实圣灵其实就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身边。阿们。然后再来，我对经文其实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家人的相处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然后真的有在翻转革新当中。对，很感谢主，然后很感谢这个组员大力的推荐，真的还没有来上课的人一定要来。哇，这是他实际的经历哈，所以呢，他这样子来鼓励我们，我们看到他的家庭在翻转，他跟他的先生2个的关系越来越好，有时候过去都会大吵小吵，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恩爱都来不及了，真的，也是因为在培育课程里边，慢慢的领受，圣灵就做了转化在他们夫妻的身上，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所以上成长班的婚姻也会成长。感谢主，阿们。谢谢明璇，上帝也祝福明璇。好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见证哈。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下一个消息。好，我们已经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呢，如果还没有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回来了，可能还在家里面躲疫情，你可以跟他说可以出来了哈，可以回来教会礼拜。那我们就按照这样，特别呢要麻烦我们如果身体健壮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尽量来走楼梯，好不好？我们尽量走楼梯。好，接下来我们下个礼拜呢是圣餐还有洗礼。牧师来问一下，在座的还没有洗礼的，请举手一下；还没有受洗的，请举手一下；还没有受洗的，举高一点来，举高一点。旁边的人都受洗，你旁边的人，你确定他受洗了吗？好 ，OK， 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受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欢迎你这一次可以来报名，来参加受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而且是我们的特权哦，哈。好，那再来呢，我们的祷告殿的接力呢，现在呢这个棒呢接到哪里了？哪一个牧区？松年牧区哦，哈。所以呢，欢迎我们松年牧区的。那如果你是长者一样，你都可以在周间呢找一个时间来到我们的祷告殿来祷告，让我们祷告殿呢为世界、为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城市的祷告，这个火不断的延续下去，而且每一个人来祷告，就带出一份的力量跟影响。所以呢，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空就回来教会祷告殿，彼此的加油哈。好，接着。好这个已经搬完了。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的新居的礼拜，是在这个礼拜五晚上呢。我们的志豪小组还有秀莲小组呢，他们的组员林寿男弟兄呢，在他们的家里面要举行新居的礼拜，所以2个小组呢，要跟牧师一起在那边来为他们庆贺。那所以呢，我们也为这个家庭来祷告。那林寿男弟兄呢，他要在这个礼拜天，他要受洗归入在主的名下。哇，当他受洗呢，他们全家都归主了，感谢主，阿们吗？感谢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的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雪慧姐、还有钱一兄以及以莹姐妹以及纯，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来纪念他们。好，这个时刻呢，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你确定你旁边的人都认识吗？哦，好，都认识，我们一起来彼此的祝福，感谢主。好，一同起立。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
前面后面相距比较远。来，我们给他们 I love you， 用手语来，用英文的手语 I love you。哇，感谢主哈，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愿上帝加添我们的信，叫我们明白他是至高的真神，永活的上帝，他是习在今在，并且是万福的源头。愿我们在他的里面常常享受与他同行同在的喜乐，也愿圣灵运行在你们当中，开启你们的心眼，看见他的福分是够我们用的，跟随他，让我们的一生活出更美好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请坐。